最近几冬，大家咧食物件的习惯无像以早遐单纯。经过统计，大肠癌已经连续13冬是台湾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除了发生几率悬以外，患者的年龄嘛愈来愈少年。安南病院大肠直肠外科主任吴嘉伦医师特别要提醒民众，除了一定要伫食的方面做出调整，同时嘛要配合定期检查，才会有效来降低癌症的发生率。在年初购买的一个我们叫做3D 的腹腔镜的影像系统那可以提供在腹腔内有一个3D 的影像那我们可以把腹腔里面的肿瘤，不管是肿瘤、血管、神经、淋巴结都看得清楚那对于我们的肿瘤切除那淋巴结的清除，还有一些血管的保护、神经的保护，其实对于那个效果都有大幅的提升，因为视觉比较好那可以看得比较清楚，那手术相对来说清除率比较高，而且安全也会比较高。腹腔镜的比例大概这近4年来4年左右有大概接近80%，我们的数据是81.5%啦。其实全国平均值的话，在107年平均数据是46%我们这边的腹腔镜的大肠肿瘤切除的比率是比全国的比率还要再高这样子。安南病院伫咧今年初增加3D 影像的系统，互医师伫咧进行腹腔镜手术嘛有3D 的影像会当来协助，互最近几冬来手术成功率高达81.5%。透过这个技术，除了有更较好的手术效果以外，嘛会当降低对血管神经的伤害，同时嘛会当大大来减少患者伫咧治疗方面的费用。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